国军为着要强化后备战力，今年头一摆办理这女性后备教调，头一梯有14位女性设备报道接受国家的训练，今日进行一段射击。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去到桃园视察，也讲透过教调，互一寡教调员会当就地动员、就地作战。女性教调员的加入呢，对这后备战力提升有真大帮助。下指令采取抛掷射击的女性调员，瞄准背心射击出去。国防部头一摆开放女性后备军人支援教调，头一梯14名女性调员到伫5天训练。第4天课程是实弹射击，总统蔡英文在伊亲自到桃园视导。蔡总统一直看调员操课，国防部强化后备战力，以5至7天教调为例。下庭175公尺鉴定射击，为原先12发提悬到30发，目标20发及格。那伫搭配结束了后，还佫会进行分析。慢慢打，对不对？教官刚在上一节课都有讲到，慢慢打。教官分析调员比赛点出射击姿势需要改进的部分，提升射击精准度。另外，也搭配雷击器，互调员练习瞄准。蔡总统指出，教调互调员采取士兵时段，应用战时战况，会当就地动员、就地作战。也点出女性调员加入对提升后备战力有帮助。我们女性士官兵有人特地向公司请假来报到。有人暂时离开孩子身边，希望能以实际的行动为保护国家尽一份心力。有位女上兵也说：“有国才有家”，所以今天就是来保家卫国。台湾处理民主防线上前线，蔡总统指示，国军检讨加调整相关配套措施，精进教调训练，落实全面国防，无分性别、等闲，守护国家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